饼加牛轧糖正夯，这里也赶上热潮。甚至台湾美食一窝蜂的现象，家族经营饼铺半世纪的翁瑞霞，先找立足点。就是我们的软硬适中啊，不粘牙，而且我们的做法就是很传统的做糖果的做法，不花俏啊。不花俏的做法说也简单，糖和麦芽糖混合熬煮，最要掌握的是温度。何时离火粘度最佳，靠经验和实验。而这江湖一点绝的秘诀不能公布。另外还有个关键，我们就是用现打新鲜的蛋白去打发，然后再去拌这样子，抓它的温度啊，抓它一个最适合的温度。消费者都很懂得比较，冷却之后不会太硬的糖心颇受喜爱。逐客团购、网络预订，还有电信公司一口气订了上千盒，创造20-30万的月营业额。梅头冻贴片啊，风冰冻头。哦，这次很印象，意思就是口感很特别，风评很好。米西冻贴片，风评一后，对不对？也打出团购佳绩的，还有从面包改良的披萨堡。意大利面包在里头，还有牛肉、咖喱、素食多种口味，也是翁瑞霞历经金融海啸萧条时，发挥客家人穷则变，变则通的本事，研发出来的产品。刚出炉的话，就是那个生命期很短啊，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的产品能延长它的生命期啊，让它再加热再出来的时候还是一样好吃。拿出来的时候你就直接微波，加热2分半就可以吃了。可以冷冻微波，常有竹科公司当下午茶，宅配订单也进账几十万。翁瑞霞说，不能局限只做在地生意，她希望不断创造1+1大于2的效果，推陈出新。一起念念看，要多练习哦。米西冻贴片，风评一后。米西冻贴片，风评一后。谢谢宗仪老师。